嗨，朋友你好，我是大磊，来这帮助你打造你上好的人生，过你上自由、热情的逐天。讲台湾话，见台湾国。今仔日要来讲，啥物是女神？咱若是看这个世界源头是查某的甲咱的上帝看做是咱的阿姊、咱的阿母、咱的小妹，咱会看到啥物款的世界呢？我灵魂启发的故事是为女神开花。伫咧熟悉女神进前，你若问我敢相信这个世界有神，我会讲，我无啥会要紧这个问题。我感觉迄甲实在的真理差伤远去啊！也毋过有一天，我认捌着，我会当看伊是一个查某的，伫咧印度教内底，所有神的故事，拢是咱人生的比喻。这个神其实是两个神合做伙，男神甲女神，公甲马，两个合做伙，互相咧跳舞。这个查甫的，这个公，天公、土地公，啥物公，代表的是咧体验人生的一个观察者，一个意识，咱的意识。这个查某的女神，代表的就是徛伫咧咱对面，徛伫咧镜内底，会咱家己看起来，伊是我的人生，我的世界。我这世人为出世到死亡，一届搁一届的这个体验。所拜印度人嘛讲，女神是玛雅的展现。这个玛雅就是幻觉、幻想的意思。也毋过，这个幻觉，加意义是，所有人生就像一场梦，安尼的幻觉。这个幻觉是咱意识所创造。一个人徛伫咧镜头前，看镜内底这个人，感觉你是谁啊？是安怎我笑你就对咧笑，我哭你就对咧哭。伫咧查某女神的气力内底，咱会当看到黑暗的气力。这是啥物？咱无条件、无交换的爱咱家己的时阵，会甲所有对甲毋对，拢食去。印度一位圣人 Ramakrishna， 伊咧打坐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画面，看到一个富人人来到河边。这个富人人大腹肚有身啊，伊来到河边，甲囡仔生出来，甲这个囡仔抱咧对笑，甲伊耍，互伊食零，耍了足欢喜的，囡仔嘛足欢喜的。雄雄，这个阿母看伊的囡仔，伊的眼神改变了，伊的喙愈来愈开，一喙就甲囡仔食落去。就离开啊！这个故事
内底有画面，互咱看到女神代表的是即个世界生甲死的循环。咱逐工身体拢咧创造新的细胞，逐工嘛有真侪细胞死去，转来即个土地。咱的灵魂嘛是一届搁一届，入来无共款的肉身，搁离开，转去灵魂的世界。所以，即个老母食囡仔的故事，互人感觉小可恐怖，是因为即个自然世界，伊的现实就是袂对任何代志有好也是歹的批评。无论你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伫咧咱人类的社会，伫咧咱人类的社会内底，是互人看袂惯势，也是违反法律的，对女神、对老母神、对即个 goddess 来讲，你拢是伊上顺、上古锥、上古意的囡仔。这也是安怎？卡莉女神，伊全身躯拢无穿衫，敢若挂一条人的手做的裙。这人的手代表的是咱的业障，咱一切行动所导致的结果。因为女神甲时间食去，所以伊甲咱的业障嘛做伙承担。伊是无限的。人讲，啥物物件会当互一切拢结束，就是时间。时间会当甲一切拢食去，互一切拢死亡。有啥物物件会当甲时间食去，互咱人生生死死即个循环有一个结束？这就是卡莉，这就是女神，这就是伟大的阿母，咱生命的源头。女神用真侪无共款的名，无共款的身体，无共款的面，伫即个世间跳舞。你生活中嘛定定出现女神的脚踭，女神的颜色。你若是伫生活中恬静落来，看你身躯边的一切，你原来会感受到女神的心跳哦。你敢是足喙焦的，想要搁较了解你的灵魂，搁较了解即个世界。我是大礼，招你来找找你内在的女神，你心内即个女神，无论你是查甫查某，女神的气力拢伫咱的生活中。咱逐个人拢是老母所生，咱逐个人拢是即个天地天宇所生。熟悉女神的即个过程，我有真侪感动，真侪启发，真侪摆，我感觉即个世界镜破去啊！
一摆搁一摆女神帮赞我，放下一切，毋是我的物件，互我转来实在的家己。